大家好，今日嚟到深圳羅湖口岸一間係價錢勁平嘅水會，呢度嘅位置咧離關口都好近，而且咧按摩咧啲技師夠晒專業，而且咧啱啱新開張，全新裝修。今日咧嚟到深圳羅湖口岸附近咧一間水會8號養生館，同大家嚟到呢度咧介紹一下。大家喺羅湖口岸過完關，一出關咧轉翻右手邊。沿住呢個通道一路向前行，行到嚟呢邊咧，沿住天橋底去返網約車嘅等候區。中途咧會見到呢間港軒餐廳嘅招牌。向前行多幾步咧，就嚟到網約車嘅等候區。過咗呢個等候區，行返前2步，呢度咧有個斑馬線咧過返馬路。我哋咧行返過去對面。過咗馬路之後咧，沿住呢條大直路咧，再一路向前行。呢度咧左邊係行車通道，右邊咧係行人路。行到嚟路口咧，再轉翻右手邊，見到咧對面嗰個大廈咧就係商城世紀，下邊咧嗰個就係個家私城啊。我哋咧沿住呢個沿河南路再一路向前行。大家咧如果唔想行過嚟，可以咧喺羅湖關口咧直接坐嗰啲摩托車，大概10蚊到。嚟到按摩店消費咧，可以報銷翻10蚊。行到嚟呢邊咧，會見到8號養生嘅招牌。旁邊咧，呢個就係160安居公寓嘅大廈入口。大廈咧側邊有個路牌，寫住沿河南路1064號，可以俾大家咧更加容易適應。大廈旁邊咧會見到8號養生嘅價錢牌啊，見到咧價錢咧都好平啊，大堂足浴78蚊。呢度全場免簽小費，夜晚10點鐘後消費滿200蚊就可以喺度過夜留宿。入返嚟升降機大堂搭返 lift 上去2樓，喺2樓一出 lift 就可以嚟返8號養生。入到嚟按摩店呢度咧啱啱全新開張，同大家睇一個價錢牌。呢度咧大堂足浴78蚊係60分鐘，另外仲有好多大堂項目可以選擇返。中式嘅按摩60分鐘都係98蚊。另外仲有好多全身按摩嘅選擇，大家可以參考一下。呢度咧全店都係免簽小費，晚上10點鐘後消費滿200蚊仲可以免費留宿。凌晨12點仲有免費嘅宵夜自助餐，大家可以慳返一餐。入到嚟咧先去返更衣室，同大家入去參觀一下。呢邊咧可以放低啲電話，放低啲私人物品，同埋有儲物櫃咧可以俾大家放低啲行李。呢度咧仲有沖涼間，見到咧都係全新裝修，環境咧夠晒乾淨企理。而家夏天熱啊，入嚟沖翻個涼先做按摩。沖完涼咧，同大家出嚟參觀一下大廳。呢度咧因為位置咧近羅湖關口，好多香港嘅朋友咧都中意嚟呢度做按摩。同埋呢度咧價錢抵，水會咧做腳底按摩都係78蚊。感覺咧呢個大廳咧個環境都好舒適。另外呢邊咧仲有個水吧。大家都可以免費享用飲品同埋生果。呢邊係全新按摩嘅房間。呢間按摩店咧有好多獨立嘅房間，大家嚟做按摩咧夠晒有私隱，而且咧房間嘅數量夠晒多。相對咧其他按摩店或者水會咧，呢度咧個空間感咧比較舒適。同大家參觀下啲房間，呢度咧係啲中式嘅單人房。嗱，依間咧同樣都係中式嘅單人房，房間咧都相當闊落。另外呢邊咧仲有泰式按摩嘅房間，啲床咧夠晒大張。我做呢個項目咧係大堂足浴，60分鐘咧78蚊。呢個價錢咧應該平通成個羅湖嘅水會啊，性價比咧相當高。一開始咧先泡腳。同時咧，技師會幫我按下啲頭部、腰部、頸部，唔會嘥咗啲時間。大家做腳底按摩，除咗有女技師，大家咧仲可以選擇男技師。因為咧我咧長期都隻腳比較攰啊，我有時咧做腳底按摩都會中意咧選擇返男技師，因為咧力度咧相對會比較大，可以按到去啲跟腱位嘅深處。咁呢個技師嘅啲力度咧，恰到好處啊，唔好話太過大。大家咧中意咧按腳力度比較足咧，
可以試下咧揾呢位男技師，又或者其他嘅男按摩師，一定咧可以滿足到你力度嘅需求。同埋呢啲腳面咧嗰啲筋位咧，我哋行得多咧都比較攰、比較酸，技師都可以幫我舒緩到。佢嘅手法咧非常正宗，而且腳底呢啲穴位咧，每按落去一下咧都好有感覺。感覺呢度啲技師啊都非常專業，同埋呢啲腳嘅筋位咧，技師都幫我舒緩到。另外咧，我成日周圍行嚟行去，啲腳皮都比較厚啊，我都有一段時間咧冇修過腳皮。呢度啲修腳師傅咧都有超過20年嘅修腳經驗，修腳嘅過程咧冇任何不適。修完之後咧，成對腳都滑晒。之後咧，我入咗房間做中式嘅全身按摩。呢度咧中式按摩咧60分鐘都係98蚊，同樣啊全店都係免簽小費。呢個技師啊都係啲好有經驗嘅按摩技師，技師都相當細心。按摩嘅過程咧有同我講，唔同位置咧有唔同感覺，力度大細咧可以隨時出聲，而且咧按摩咧出手夠密。感覺咧呢個場咧按摩咧相對啲技師亦都幾勤力，按摩咧全身嘅位置咧都冇忽略到。呢啲大腿嘅筋位咧，技師都可以幫我舒緩翻。之後咧反轉身，技師幫我做頭部按摩。頭部按摩咧，我感覺都係一個幾重要嘅環節。有時大家咧頭張張做下頭部按摩都可以舒緩到，同埋呢啲手筋位咧，我哋長期對電腦用手機用得多都比較攰啊，按個手筋亦都可以舒緩翻平時嘅不適。喺8號養生館呢度做完按摩，呢度嘅位置咧，除咗近關口，嗰條馬路咧行翻入去就係羅湖村，附近咧有好多吃喝玩樂嘅地方，而且咧按摩價錢夠實惠，技師亦都有經驗同埋專業嘅技師，感覺呢個場咧性價比都好高。大家離開深圳都可以過嚟試下。今片同大家睇呢度先，中意朋友俾翻 like，我訂閱翻個頻道啊！下條片再見，拜拜。